各位兄弟，大家到早，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个礼拜日的早起，咱阁会当做伙伫遮来敬拜上帝。咱做伙来唱这首《让爱飞翔》。上帝的疼，互咱每一个人有即种的得到这个疼，咱嘛将咱对上帝遐来的疼分享互咱身边的每一个人。咱甲咱的身边的人一个大大微笑，好无？微笑，甲咱互道平安。这个时阵，咱拢感觉讲，口罩吼，那像好像口罩戴来拢唔知有伫笑无伫笑吼。其实吼，咱若伫笑，咱的目睭就对咧笑吼。来，咱搁一个用欢喜的心吼来唱这首《让爱飞翔》。每个
这份爱去关怀，用这份爱去关怀，去看和去明白，用这份爱去分享，让世界不一样，让这份深深感动停留我们心中，因为爱是生命在此照亮，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让我们用爱去关怀，用爱去看去明白，让我们领受从神的爱，也活出神的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活出爱》。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感谢上帝吼，咱领受的疼是对上帝来，这个疼要因为咱付出，就咱来拿少，等到咱哪付出，咱会当哪领受到这个疼，源源不绝对上帝来的疼，因为有这个疼，互咱有气力，会当搁去将这个疼分享出去，真做更加侪人的祝福，互咱真做这个世间的盐甲光，会当做上帝的这的囝儿来分享伊的疼，更加侪人会知影，咱搁一个来唱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
各位兄弟，你敢有相信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拢有伊美好的计划伫咧遐？咱做伙来唱这首《神永远的计划》。是伫某一天礼拜三的祷告会，然后伫迄天的暗时，我伫祈祷的时阵，我有心内有一点难过的所在吼。我讲，哎呀，这个基督的信仰这么好着，但是阮家今仔我甲2个囡仔有伫咧参与伫其中，有领受到这上帝的疼。我的先生、我的兄弟姊妹、我的公公婆，我足侪厝里的人，拢毋知影上帝的疼遮尔啊奇妙啊！我真正是有一寡无助。当我伫祈祷的时阵，这首歌雄雄出现。伫迄个时阵，我有一个足大安慰啦，到我的心中，上帝甲我讲，我有美好的计划伫咧当中，你免烦恼。哦，迄个安慰雄雄来时，我完全一直流目屎。我知影上帝啊，原来你遮尔啊疼我，原来我的烦恼，其实我免遐尼烦恼，我只要去做你爱我做的就好啊。因为你有美好的计划伫咧每一人的生命内底，每一个人拢同款，上帝伫咱的生命中拢有伊美好的计划。我感觉这是一个对上帝来真好、真棒的一个应许吼。咱等者搁继续来唱这首歌，你嘛会当将你的目睭闭起来，来去甲上帝祈祷，求看甲上帝求，伊予你的生命到底有啥物款的计划？咱搁来唱神永远的计划。愿在亘古时万有为造出，永远的神无人与他相处。他有一计划为你我定下。
深深的记忆，我们有你形象，有你生命，成为你心脏，你团体拉起，满足你心意，彰显你自己。不就我们要现在永远荣耀中，基督生爱子头中弟兄，同心齐赞美敬拜，唱出所有的爱，永远与你同在。上帝的疼充满伫个万面，充满伫你甲我的身躯边，咱所看到拢充满着耶和华的祝福。咱做伙来唱这首《耶和华祝福满满》。残中的美丽是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白校花，春天的茂密，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手术真福气，好地像花的果实，献出跳头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头沙，阮能主爱的到万世代。我们要主敬拜你，主欢喜的歌声，我们亲手一命并无说。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头沙，阮的主爱的到万世代。我们要主敬拜你，主欢喜的歌声，我们亲手一命并无说。主啊，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我们何等的需要你！你的话语如甘霖，圣灵如雨降临。无论当我们开心、难过、生气时，我们都需要你。主啊，我将我的心、我的灵都献给你，愿我生命单单荣耀归于你。每天更多的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唱，每一天我需要你。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
你，让我们经过了一个礼拜，在今天大家能够聚集在这里。希伯来书第4章16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现今复杂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的恐慌害怕，所以主啊，我们每一天都要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宝座前，为了要得怜悯，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要做礼拜了，求上帝使我们的心静下来，开始接下来的礼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让我们用祷告的心再来唱一次，每一天我需要你。让我坦然，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让我们安静心来预备今天的敬拜。
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勒入伊的院，就感谢伊俄勒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圣诗32首，全地拢着恩耶和华，全地拢着恩耶和华，请起立吟全首。
请咱永远徛咧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得肉倒入埋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课英文20篇，诗篇96篇。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百姓中的达族啊，恁着将宽容荣光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着用圣洁的装叉敬拜耶和华。伫列邦中着讲，世界坚固无摇动。愿天欢喜，地快乐。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啊，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今日吟圣诗65首，圣诗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咱一个吟全首。为着温暖的家庭。
的情每白无情，地中地像好朋友，关心我个个温柔。地北兄弟万在下，我都将我的尊名，为着主一段恩惠，白白相思愿忍泪，相信稳定甲真情，地就像我甲永生。天白兄弟万在下，我都将我的尊名。阿门。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疼痛阮的主，阮用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算效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有福分，真做你拣选的百姓。主，阮嘛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阮总是掠家己的意思来行，赦免阮生活中的罪，也愿你的话会当交做阮路上的光，生活的准人。恳求你引带锻炼阮的骹步，会当行伫主的旨意，赏赐阮有智慧，在阮一生当行啥事做水，互阮会当甲你同行，伫生活中活出信仰的美好，嘛有好的见证，也会当荣耀主的名。主，阮嘛为着台湾即时面对的旱灾来献上阮的仰望。求你怜悯祝福赏赐阮有够野的雨水来润泽即块土地，互人民会当离开旱灾的惊吓。主，阮嘛为着欠安、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恳求你顾守怜悯，赏赐因医治平安的圣灵甲因三甲之地，互因的身体勇壮，心内满有主的平安。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帝有高，就是主比最高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高，就是主比最高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高，就是主比最高的罪，赐我平安。学乐，请信歌队。
遵守上帝的话，咱来看圣经传道书第2章第3节。我的心讲究，着怎样用酒，互我的肉体快活。总是我的心游园，着互智慧引带，也着怎样轻调愚妄。听候我看明世间人，伫天的一生，着行什么事是好？再来看传道书第3章11节到14节。上帝造万物，佮照伊的时诚做美妙，佮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造成的，人袂会测度伊。我知对中无一项较好，伫一生快乐，佮行好。佮人人也食也啉，伫伊一切所落落的来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我知上帝一切所做的，要永远伫地，袂加添，袂减少。上帝安尼行，是互人伫伊的面前敬畏。再来看雅各书第1章17节到18节。既若好的赏赐，甲完全的恩赐，拢是对顶面，对正向光的飞落来，伊无变化，也无转势的影。依照家己的意思，捌用真理的道生咱，要互咱伫伊所做的中间，做亲像头水的果子。讲道去做一件互世界变搁较水的事，请曾牧师。如果上帝若要互你的囡仔一份伟大佮美丽的画面，请你毋通用你所认捌这个世间的成功来阻挡上帝伟大的计划。如果上帝若要将一份水的画面赏赐予咱，愿咱无阻止圣神对咱的感动，咱当心来祈祷。主啊，活伫这个世间，阮有真多的限制，阮的智慧无够，阮的欲望无拄拄是上帝你所欢喜。加在阮伫你的听的中间，受你自责，进入你生命信仰的家庭。你称阮做你的囝子，互阮称你做阿爸天父。主求你对阮讲话，亲像阮肉体的老爸老母，用你的道来启造阮的人生观，用你的荣耀开阮的目睭，互阮明白生命真正的水。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神，将倾听的耳朵，就是开阮的耳孔，互阮愿意伫这个圣洁的时间，静静来听上帝你圣经话命的话。阮伫你的面前，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伫你的手。阿爸天父，请你对阮讲，造就阮话命的话。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昨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咱多数人拢忽略，包括我。大概伫几礼拜前，英国的教会有写一个简讯，一个邀请的 email 给我。伊讲曾牧师，你敢袂当来参加阮伫，就是昨3月7日暗时，因要伫英国的日时来举行一个感恩的礼拜，来纪念这个人，一个叫做马雅各
意思。咱多数基督徒拢，特别是咱长老教会的会友，嘛无拄拄真认捌伊。但是恁伫最近的民视有一寡广告的新闻，恁无得有注意到。台南伫昨有举行即个纪念的活动，因为昨拄拄就是马雅各医师伊离开世间100年。英国对我这邀请的即个会议内底，我本地想要招恁做伙参加，因为我感觉讲，迄是一个100年难得一次的礼拜，搁再是一个国际性的礼拜。咱会当伫礼拜堂内底大家做伙组织，但是后来我无甲伊答应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咧烦恼恁若参加即种英语的礼拜有困难，因为我毋知伊整个设计。我牧师若爱搁伫礼拜中甲恁翻译，可能就毋是遐尼有感动。搁一方面，就是因为为着爱查经的兄弟姊妹，所以我无愿意听查经班的即个时段。但是昨暗我足郁卒的，我感觉讲，其实我应该招恁，因为这是咱一生唯一一摆。因为后届的200年的感恩礼拜，咱拢无伫咧啊。马雅各医师，伊是头一个来台湾的宣教师，就是咱长老教会伫1865年，伊来到台湾。伊伫伊的日记顶悬安尼写，伊讲：上帝呼召我来传福音，这是一个真神圣佮荣光的代志。伊甲上帝的邀请，上帝的感动，当作伫伊生命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代志。恁若要知影马雅各医师的故事，足简单，维基百科恁甲伊搜寻一下马雅各医师。这个人是医生，这个人是长老，伊是头一个对苏格兰英国的教会派来，伫咱台湾近代传福音最要紧的一个人。这个人用医学改变现代台湾的公共卫生。这个人将伊所捌的圣经，特别新约翻译做白话字，来互台湾的教会。因为伊发现白话字是帮助人上紧读上帝话的一个工具。这个人伊知影伊毋是牧师，所以伊写批对英国。后来英国的教会就派一个牧师来主持圣餐，因为伊是医生是长老，但是伊袂当主持洗礼甲圣餐。这个人改变台湾近代有一群人后来做基督徒，包括我的阿祖。这个人伫台南、伫高雄初期的传福音的过程顶悬，互台湾开始开目睭。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拄则牧师一礼拜要邀请恁祈祷进前，牧师讲：如果上帝若愿意将一份美丽伟大的计划甲画面互恁，恁爱注意听，毋通拄久，因为这是上帝要祝福恁一个伟大的机会。马雅各医师27岁头一摆听到一个大牧师，伊是伫福建中国传福音的一个牧师，伊对英国咧募款，伫讲道中间27岁的医生，少年医生，伊受感动，所以伊头一摆听到有一个国家叫做Formosa，所以伊心就受感动，伊愿意为着上帝去一个伊真清楚的国家，做一项美丽的代志。伊要将上帝恩典带来Formosa。迄个时阵，伊已经订婚，有一个未婚妻，但是伊头一摆要来台湾了解这个宣教的场所的事，伊要离开伊的故乡的事，伊对伊的头毛加一个尾溜。一束的头毛，
留互伊的未婚妻。因为当时若来到即个亚洲遥远的所在，无拄拄健康的人有法度健康去倒去到伫伊的国家，但上帝互伊甲伊负责人后来成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一个拍开福音的门的一个人。牧师今仔日要甲恁邀请，这是一个祈祷。上帝，我愿意为着你，为着这个世间，将你所赏赐我水的美丽画面画互人看。我愿意将上帝你所赏赐我美丽的画面见证伫我周围的人，互人知影得到福音的人的画面是何等的水。这个故事就是当时第一个伫初代教会洗礼的一个人，叫做高长。高长嘛，就是高宗明牧师的阿公。伫其后，迄个时阵，我的阿祖有福气有机会，虽然伊毋是头一批受洗礼，但是后来我的家庭也因为安尼，真捌上帝的祝福。所听兄弟姊妹，如果上帝若要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囡仔，请你毋通阻挡上帝伟大的计划，因为咱拢感觉这个世间有真侪成功的定义，搞读册、搞趁钱、搞做代志，但是伫上帝手中所看的，无都是这样的。上帝将一个真美丽的计划、伟大的计划，放伫一个少年医生的心内，叫做牺牲。伊愿意为着一阵福摩萨青分的一个国家，伊愿意将上帝的祝福带予无熟悉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愿意为上帝讲，咱甲上帝讲，我愿意，因为我的生命就是要水互人看，我的生命要亲像这花草，照时结花。开花，春天若来，我就将上帝美丽水互人看。我听到这句话，其实是对一本绘本，叫做《花婆婆》。花婆婆这个人是一个美国最出名的艺术家，伊写真侪绘本，对囡仔讲话，因为伊的生命受到伊的阿公足大的影响。伊的阿公是德国人，伊阿祖也未结婚之前就移民去美国，后来结婚了生伊阿公，后来就到伊的妈妈，到伊的一代。因的家属是一个真有眼光的人，伊讲伊阿公是一个走到天涯海角，所以一细汉的时阵，伊阿公若咧讲故事，这个囡仔嘴拢开开，因为阿公开个咬。会晓讲迄个骆驼，会晓讲迄个沙漠，会晓讲迄个真侪伫美国、欧洲毋捌经历到文化，甲遐故事。所以即个囡仔真尊敬伊阿公，所以甲伊阿公讲：阿公，我若大汉，我要甲你共款，我要走遍天涯海角，我要去看世间各种奇巧水的代志。伊阿公笑咧笑咧。后来，伊阁甲伊阿公讲：阿公，我嘛要甲你共款。我若伫全世界经历着遐尼侪真水的代志了后，我要找一个真水的所在来过我的晚年。因为伊阿公找一个真水的海边，伫遐过伊最后安养的时间。所以讲，阿公，我嘛要甲你共款，去找一个真水的海边，就住伫遐。伊阿公甲笑咧笑咧。伊讲，安尼还阁无够，你爱为着这个世间做一项，互世间改变、受祝福、美丽的代志。这个囡仔会记得，所以后来到伊大汉的时阵，伊就将伊阿公的话，甲伊写做一本的绘本。
恁会当去看，因为网络顶面有一个绘本甲一个故事。走遍天涯海角代表人生的成功，但是阿公甲伊讲，安尼还无够。阿公甲伊讲，活出美好，因为你的生命互这个世间搁较水。我将马雅各医师的故事甲这个花婆婆的故事来结连做伙，找做今仔日咱的开始，用这种的感动，咱来读圣经。因为创造天地的上帝，伊要将一个招比美丽的画面、真理放伫咱的心内，用伊的话来生出咱的新的画面。啊，这你愿意吗？你愿意甲上帝讲，上帝因为你的伟大，因为你的作为，带我脱离这个世间，这个卑微人的限制，我因为你的伟大，我随互这个世间看，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所以，这个芭芭拉，这个女士，伊就甲伊的阿公约束，伊真正愿意做这项代志，互这个世间搁较美丽。伊最大的文书就是画图，最大的文书就是讲故事好。囡仔听，兄弟姊妹，恁愿意成做一个敖讲故事的爸爸妈妈吗？一个阿公真敖讲故事，讲奇卡的文化，讲世间真水的经典，但是最重要，这个阿公讲的故事是：人为什么要活？人活出生命真正的水，迄种的画面会改变这个世间。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甲咱讲话，因为有一日芭芭拉伊到年老，伊游玩真正甲伊阿公约束，伊去住伫海边。但是人到一个年纪，拢有一个镜头会酸痛，所以伊忽然有一个冬天是足无方便，所以伊规个拢倒伫个眠床。这种的描写讲，伊倒伫眠床拢袂当做什么，但是忽然春天来的时候呢，伊才发现伊伫伊的厝边、厝的窗仔外口，迄个小小的花园，伊所种的花，忽然水出来互伊看。所以当伊较会当行动的时，伊就行出去花园，后来慢慢试看觅咧，安尼吐咧，吐去海边。后来爬去小山丘，伊忽然发现，以前伫这个山坪毋捌看过的鲁冰花，竟然伫迄个山坪无人注意的所在，嘛开花。伊知影讲，迄是鸟仔，迄是风将迄个种子甲伊带到迄个山坪，所以有一个感动就是：好，那安尼，当我行动较方便的时，我要将这个花的种子，嘛亲像鸟仔，甲带到逐所在。对迄个时阵开始，伊若去散步，伊拢会摕鲁冰花的籽去压伫逐所在。果然过年了后，一年一年，伊规个砖头愈来愈水。这就是这个故事。兄弟姊妹，传福音是甚么？传福音毋是干那背圣经才互人听，然后勉强人讲阿免，就甲伊洗礼。传福音毋是安尼，传福音是将上帝所予你的甘甜的人生、美丽的画面，就是水互人看。然后有人有一日，伊就产生一种的赞叹，伊讲：我的朋友较有这种的想法，我的朋友较有这种的品格。我的朋友较有遮尔水的伊的想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伊安尼做，因为以前遐个囡仔拢感觉即个阿爸足奇怪，足孤单，无啥物朋友，拢家己秘伫厝诶，逐出来行，拢也无做啥物代志，所以遐个囡仔拢叫伊怪婆婆。后来当慢慢遮花愈来愈水诶时，
遐个囡仔走来找伊，开始伫伊个店里，伫伊个客厅，伊亲像伊个阿公，将迄个生命的故事就讲互遐个囡仔听。对迄个时阵开始，庄内个囡仔拢叫伊讲花婆婆。伊对一个怪叔叔、怪婆婆变做花婆婆，生命的改变对咱家己开始，也这你愿意，互你真怪异的个性，伫上帝美丽的内底，成做一个美丽的人生吗？你若愿意听圣经节的时，你就爱愿意互上帝。迄粒真水的鲁冰花的种子，真理的种子，带伫你的生命的内底。上帝祝福咱生命有改变。所以伫这个故事中间，我要甲兄弟姊妹伫礼拜读圣经之前，我要甲咱分享人生观真重要。一个阿公甲芭芭拉讲的故事，后来芭芭拉甲伊当做一个真要紧的绘本。一个牧师讲到，有一个叫做马雅公，伊生命就受感动。后来伫东方一个岛屿叫做佛摩萨，就有一阵伫上帝耶稣基督的听的内底，来过平安喜乐的人生的教会。所听遐的姊妹，你敢愿意？听圣神对你讲的话，就亲像这个阿公甲伊的查某孙仔讲：，伫你一生中间，你爱去想，人生当行何事为美？你的一生中间会通做甚物代志，互你所徛起的社会、国家、世界越来越漂亮。愿咱将上帝的话亲像鲁冰花的种子。咱无论去到什么所在，咱也即个听愿望的种子，互侪侪人看见生命甲世界的改变。世界的改变对咱家己开始。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圣经节摇动咱的心。今仔圣经节，我要爱听恁注意，就是有2节的圣经是今仔日的金句。传道书第2章第3节，3章11节，照圣经的话，上帝讲：伊创造万物，各照伊的时，诚做美丽，佮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心。兄弟姊妹，这句话是安尼讲：上帝创造你，伊将美丽的画面形象互你，佮将永远的观念，就是健康的人生观、有价值的人生观，放伫你的心内。咱来到教会，其实咱就是咧反省咱的人生观。咱来到教会，就是要通过圣经，通认捌我的一生会通做甚物，对我有利益，对别人嘛有造就。所听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圣神伫今仔日，将一种的人生观、宇宙观放伫你的心内，互你有一日会当趁你的囡仔似动非动，伫足细汉的时阵，咧听你讲故事的时，你就将真清楚美丽的人生观放伫人的生命。亲像这个杜牧师，伊通过一摆的讲道，互一个27岁的医生，伊选择牺牲赢过成功。伊选择牺牲赢过成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智慧，听有的人受祝福。因为真侪人讲，我都无咧讲过，我啥那都要牺牲。但是独只有耶稣基督的学生，伊才知影，牺牲的背后就是尊贵，就是真正生命的价值。所以听下这，愿咱知影，上帝讲，伊对起头所造成美丽的画面，是人袂会测度的。就是人袂通了解，
今日最后这句话讲，人袂为测度伊，这个伊是指上帝永远的计划。几礼拜前牧师有邀请恁做一个祈祷，讲上帝求你赏赐我一个生命的剧本，恁会记得无？咱感觉真严肃、真认真，陪伴你的囡仔去想伊的将来。伊要选择的科系，咱多数是毋是考虑到将来安怎较好就业？将来伊安怎较有好的收入？这礼拜新闻讲，台积电咧招9000个学生，因去台湾大学去招生的时，伊一开嘴甲伊答应讲，只要恁也是硕士班毕业的学生，阮一年要互你将近200万的薪水。咱多数人敢毋是拢安尼咧？甲咱的囡仔做伙思考，成功。但昨日报纸阁有一个新闻，吉林有一个少年囡仔，伊繁星真是会当入台大啊！伊竟然去选择迄个袂趁钱的叫做历史系，毋去选迄种将来收入卡。伊的妈妈阁戆戆，阁甲伊答应，阁甲伊赞成。兄弟姊妹，什么人是戆人？什么人是有智慧的幸福的人？路爱行久才会知啊！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圣经讲，将一种可长可久的人生观放伫咱的心内，你有阿们吗？你敢真正真心想要听圣经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上帝的话若入咱的心，咱目睭就开。咱原本袂了解人生是甚么，但是上帝讲，伊就明白上帝的奥妙，因为内面的圣神会解说互咱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雅各才安尼讲，伊讲上帝照伊家己的意思，用真理的话来生出咱。上帝用真理的话，互咱顶头生。要互咱踮伫伊所做的中间，要互咱活伫这个美丽的世界，正做什么？初识的果子。上帝用伊美丽的画面，召集咱做伊的囝儿百姓，做基督徒。伊爱咱伫这个台湾、福摩萨这个土地顶端，亲像鲁冰花，咱会当显现上帝美丽。求天父上帝摇动咱的心。互咱伫信仰的中间，因为信仰，咱就有一个美丽尊贵的人生观。对咱的家庭开始，上帝祝福你。如果上帝若将一个美丽伟大甲计划，要互你的囡仔，所听的姊妹，安静，毋通随便出意见，因为上帝要祝福你的囡仔。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亲像一个咧敲找人生方向的所罗门王伫伊的传道书内底安尼讲，伊讲我的心讲究，我敲找上帝话，用伊的智慧，我来问人伫这个世间，伫这个宇宙，人就爱做什么？我就爱做什么？我的生命才会幸福。呀，这里有答案了吗？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幸福的花籽、种子放伫咱的生命。上帝造万物，上帝造咱的心思意念，上帝创造真理甲智慧，伊将真理放伫人的心内。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互咱会当超越咱伫人生的界限。上帝创造万物，是为了要互这个世间水。上帝创造咱，嘛就是要荣耀伊家己的荣耀。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当亲像这个怪婆婆，伊讲我竟然
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规山坪的花遐尼美丽，一定是上帝所创造。上帝用风，上帝用野地的鸟食，将花蕊、将种子带到各所在。主帮助咱的生命，真做一个美丽形象。就亲像这个阿公，伊讲有一项代志，比行到天边海角更加重要，就是活出美好。愿天父上帝带咱读这段圣经，使徒雅各、耶稣的兄弟、耶稣的门徒，伊讲，各种的美丽、各种的尊贵、各种招比，上帝赏赐咱伫生命中间的水，对来，对天顶来，是上帝荣耀的光。伊讲对正光顶悬的天父所赏赐。愿咱伫咱的心内，咱甲上帝讲：上帝，我需要，求主你帮助我，将永远的观念，将永远的观念，互我因为你永远的观念，我就会测度你永远的计划，我就会明白上帝伫我生命中间的计划。兄弟姊妹，每一摆的礼拜，拢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摆的礼拜，拢是一个改变。愿咱的囡仔，因为咱伫上帝的祝福的内底，伊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上帝的美丽，然后因赞叹上帝安尼行，是要互咱的囡仔伫咱的心上看到上帝伟大的作为。愿上帝深深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教会虽然小小，但是有一日，咱的教会所结的果子，要亲像鲁冰花，随风飘散。咱的囡仔长大成熟了，因的生命无可限量。求天父上帝祝福咱，咱会记得，也种子代表工作，所以伊的阿公甲伊讲，有一项代志，比成功、比行到天边海角更加重要，就是你要去思考，你一生如果只有会当做一项代志，你要思考，要怎样因为你手所做的工作，让这个世界更美丽。工作是神圣的，自古以来，工作本身有伊存在的价值甲意义。愿上帝祝福咱兄弟姊妹，互恁伫上帝手中找到伊的计划。亲像今仔日时的是郭依林甲咱分享，他因为明白上帝伫伊心中的引导，伊心内有一种的欢喜。所听兄弟姊妹，上帝不偏待他，每一个对上帝讲阿们的人，上帝拢有一个伟大的计划。27岁的少年囡仔马雅各，毋是干那伊尔，伊的后生大后生叫做马约翰，毋是来咱中间陪练的马约翰，较拄好伊的名嘛叫做马约翰。对伊的老爸，后来马约翰先去中国做医生、宣教师。后来有一段时间了后，马约翰倒来伊老爸医疗团队的台湾，两代将因的生命献给上帝。所听兄弟姊妹，愿咱的生命堪得参悟上帝伊的计划。兄弟姊妹，将咱的生命参悟伫上帝奥妙的计划内底。咱毋通甲上帝讲，上帝我无路用，上帝我真平凡。耶稣敢无甲咱讲，将迄个五块饼2尾鱼摕来互我吗？毋是迄个囡仔会当做啥物？是因为迄个囡仔，伊愿意将伊的生命献给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愿咱伫主的面前甲主讲，主我愿意。伊一听到
佛摩萨这个名，伊的心就摇动，伊的生命一生受改变。伊正对咱信仰的老爸妈妈讲，伊改变最台湾，改变我的家族，改变台湾。我需用这两个故事，甲恁讲两项的决志。第一项，真正活落去，无论拄着什么种的情景，亲像一粒种子待伫迄个花园，透风落雨，伊拢继续活落去。后来迄个鲁冰花，才会结出真水的果子，活出美好。所听的弟姊妹，上帝要互咱的生命活出伊的见证。原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讲，我要真正活落去。上帝，你伫今仔日的圣经讲，逐种的美丽，拢是对天顶的上帝所赏赐。世界改变对我开始，阮的家庭，我的人生，阮的教会，拢要亲像上帝的花园。我要伫主你的面前来见证上帝你美妙的作为。照时结果子，照上帝的事真侪美妙。白话字的圣经翻译做美妙，但这个美妙的原文伫圣经中间，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美丽啦。水互人看，上帝互你活伫这个世间，迄个目的就是要水互你的亲人，互你的朋友，互你周围人，从心中赞叹讲：哦，这蕊花开遐尼水。礼拜了后，拜托恁万家集的花者，伫咱的教会到处走一走，你有可能当看到足不起眼的仙人掌开一蕊足水的花。所听的姊妹，然后你甲上帝讲：阿免。伫我眉眉角角，亲像仙人掌的个性，我嘛会当开出足水的花啊！人拢莫甲我磕啊！我眉眉角角足有个性的，但是我嘛要开出一蕊水的花，通互人看。上帝将伊的祝福放伫咱的生命中间。今日这段圣经咧讲起，见若好的，伊的意思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祝福；见若完全的，就是成熟的。咱甲上帝讲阿免。主啊，我要得到我的生命，才做有价值。主，我愿我的生命才做成熟的活命。愿天父上帝将赏赐甲恩赐当作礼物，放伫我的人生中间，改变我，互我的家庭对这改变，互人看见上帝的荣光。这就是耶稣教咱的故事。耶稣伊所讲的讲道写伫约翰福音17章24节，伊讲：阿爸天父，求你互我的学生对我的生命看见你的荣光。牧师阁读一摆，伊为着伊学生祈祷讲：阿爸天父，求你将你的荣光放伫我的内面，互我的学生伫我的身躯顶悬看到你的荣光。所听的弟姊妹，牧师用这句话安尼解说：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荣光放伫恁做爸爸妈妈的生命中间，互恁的囡仔伫恁的身躯顶悬看到上帝的荣耀。阿免吗？咱无人出世就要做父母的，但是若有上帝将伊的荣耀放伫恁的内底，恁要真做互你的孙仔足爱亲近你的阿公阿嬷，你要真做互你的囡仔无负担，伫你的生命中间会真做真自在、真满足、真欢喜。牧师为恁每一个人的家庭祈祷，愿天父上帝互咱的家庭就亲像花婆婆的家庭，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亲像但以理国王安尼讲，国王讲：我听讲你有圣神的充满，你的心中光明，有聪明，有智慧，阁有美好的灵魂。像这个原理有这种的生命吗？愿天父上帝
将这种的画面，毋是敢若有单一哩，嘛，互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愿今仔日个礼拜鼓励恁，活出美好。恁做一个约束，你甲上帝讲，主啊，我要静静听候，求你互我知影，我会通为你做什么。愿上帝互恁的一生能够做一个美丽的事情。上帝毋是敢若带马街医师来尔，上帝毋是敢若带马雅各医师来尔，上帝嘛要带恁做伊荣耀的记号。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教会的囡仔，咱向上帝讲，上帝我愿意，就亲像芭芭拉甲伊阿公讲，阿公我愿意。虽然我也毋知影我大汉了我会当做什么，虽然我也毋知影大汉了我会当做什么，但是我愿意。耶稣讲，咱就是世间的光，光就要互我们的世代流露出来伊本来的形象。有光的所在，人叫我都看到美丽的世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是今仔日的金句。所以兄弟姊妹，唱出你的生命之歌。以赛亚书第12章第5节讲：恁着唱歌学了摇花，因为伊所行真显赫，愿这个代志遍传到普天下。愿上帝互恁的生命有上帝的美丽，用恁的生命唱歌，用恁的家庭唱歌。咱做伙用咱的教会做见证，好无？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就亲像一个水的花园，今仔真野生的人，因会当伫这个大自然农村的教会，找到一份的安详。咱做伙来祈祷。主，愿将阮的生命搁一摆，亲像迄个细囝5块饼2尾鱼。主，愿将阮的生命恭敬摆咧伫你的面前，无有一个人例外。当阮当心祈祷的时，愿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帮阮的囡仔，因的将来，因的一生，亲像5块饼2尾鱼，摆咧伫你的面前。主，求你提饼祝谢，互阮的生命成做一个奇妙的恩赦，互5000人得到食饱到有剩。主，你祝福阮的教会，虽然是乡村的教会，平凡美色，但是上帝你若肯，这间教会要养起最邀过的人。到有剩，主愿知你愿意，主愿嘛对你讲，主愿嘛愿意，愿主你的权能荣光，成就这个美好的事。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守圣餐，伫咱咧守圣餐的时，咱嘛将咱的生命亲像这个饼，求主耶稣甲咱擘开。互咱的生命真侪恩赦。咱来吟圣诗217首，吟圣诗的时准备来守圣餐。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咱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基督所设立圣餐的话。伊讲：今仔枵恨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有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予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有摕饼祝谢讲：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咧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逐摆恁啉的时，就用安尼来纪念我。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纪念咱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咱同齐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摆设这个饼甲葡萄汁。主耶稣，阮要用这个圣礼典来纪念你伫十字架顶悬牺牲流血，用你的性命设立这个新约。我要恳求你，即时圣别摆你伫你面前这个饼甲葡萄汁。也圣别阮伫你面前恭敬的主职，主耶稣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餐。愿主你的阳光伸出你活命的手，你将这个饼甲葡萄汁来赏赐予阮，愿恭敬听候伫你的面前领受，祈祷奉你的圣尊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邱吉长老甲这个英宏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用祈祷的心，准备来领受圣餐的饼。咱用祈祷的心，感谢咱的主耶稣。当咱领受这个圣餐的饼，通过祈祷，咱要邀请主耶稣搁我的神。进入咱的生命中间，互咱的生命重新得到火热。主耶稣的权能就要进入咱的生活中。咱用敬虔的心，听候来领受圣餐的饼。所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亲爱的这。用敬虔的心来领受，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
甲伊的活命，用敬虔的心来领受。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所听兄弟，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饼？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用安尼来纪念伊。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曾主席长老以及宗圣长老来旁边。张老师，请你对这边行，好不好？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所听下，这请恁若方便的人，恁就来头前领。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右手边的人有原则的吼，庄老师就杯会放伫恁的手中。左手边的人，你若方便，你会当来头前。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所听兄弟，敢有人也未领到圣餐的杯？庄老师，小经济可能爱搁一份。校园恁也袂退吼，这庄老师头前种两位，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不要紧，小经济。
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敢有人也未碰到圣餐的杯？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信仰。是伊的血所设立的，来用安尼来纪念伊，咱同齐来领受。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慈悲怜悯，主耶稣基督，阮感谢你。阮何等的幸福，阮会当领受你的圣餐，阮会当进入你的活命中，阮会当得到主你完全无保留的疼。主，阮深深感谢你。通过今仔日的圣礼典，阮献上阮心中深深的感谢。愿主你所赏赐的圣神，搁我的灵，充满伫会中，互每一个甲你同齐道阮的兄弟姊妹，因的生命得到丰盛。愿安尼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逐摆咱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准备心来奉献，回应主的疼。耶稣，我感谢你，在你面前我领受这个圣餐。
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今仔敢有头一摆来德堂教会，甲阮做礼拜的兄弟，咱甲咱的边仔的兄弟姊妹请安，耶稣听你。愿主会听，甲咱三合伫地。伫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愿主的祝福甲因三甲伫地，咱就欢喜小伙节今仔伫咱中间，生日快乐！哦，刚刚牧师提起泄露秘密哈，但是是真的哈，一个真。人生都开始哈，人生70就开始，很快，想不到。咱来祈祷，祝阮深深羡慕你的恩典，愿纪念上帝你讲，人的一生是70，永壮通到80。阮深深相信，你的祝福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生，祝阮何等的幸福！阮会当真做一个受祝福的囝子甲查某囝，主阮伫你的面前，奉主你耶稣的圣名来祝福你家己的查某囝，互伊真做一个稳定的记号。主你祝福一个遮尔特别的70岁的生日，愿天父上帝你甲伊三甲伫地。至圣的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你是施恩的上帝，你是一切恩典的起头，你的恩典永远无结束。所以世间人讲，爱是永不止息。主在你面前为着生日的人来祝福，愿主你的祝福亲像活水江河，永远无孤单。愿主你的真理亲像光，互因永远无暗淡。主你互因的生命充满智慧，好好管理因的人生。活出美好，互这个世间也因为因的存在甲生活有搁较水。全是你的囝子，是你所做的，你的确要安尼做。我来祈祷，我告诉圣名，阿门。生日快乐！咱来请师父来报告哈。咱要为着亚历甲至真因的新厝吼来欢喜，已经完成起好。咱德堂教会边仔，即个社区愈来愈水吼，因为愈来愈侪新厝吼。对中正因兜开始后来到亚历即间厝，因伫3月27下早11点要举行即个入厝的家庭礼拜吼。咱也会当个人甲遗精。迄个登记吼，因为因爱准备即个中餐吼，所以因爱按即个人数吼。恁若欢喜来参加即个受祝福的家庭礼拜，欢迎咱拢来参加吼。恁有几个人，恁的家庭几个人，以家庭为单位啦，好无？恁就甲遗精甲报名吼。
上周聚会也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基督会拜3、8点伫礼拜堂，家庭礼拜暂停。青少课拜6到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拜6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港服侍下主日，司会曾主席长老，领事陈忠信长老，司琴刘义明兄弟，司宪彭管廖美娥两位执事。招待第2组爱餐暂停。基地沟通。第1点，本主日有圣餐，请兄姐备万心共领圣餐。会后有3月份的中职会，请中职出席。第2、3月28日开始受难周，请大家敬虔备万心，少年耶稣12架的疼甲救赎。第3，本主日礼拜后有妇女团契的聚会，内容是2021年妇女团契读册会的说明甲相交的 DIY。第4， 3月20日，士林区妇女组举办灵修旅游活动，预计要伫故宫密道1日游，费用1500块，请有意愿参加的人，伫3月7日向会长郭依玲报名交费。第5点，疫情期间，请确保健康，请大家做好自我的保护。出席礼拜甲聚会，请戴喙安。生日有陈守贞、张雅茹、张庭耀、张庭义、刘秀薇、庄一龙。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有问题请甲咱的出力反映。大倒数项：第1，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2，为身体欠安、单数、张晨、詹清静、钟岩、詹达、詹天比、吴彩云、洪玉芝、庄仁巨、刘克龙、洪在根、洪詹树莲、王俊勋。第3，为教会青年身心灵甲课业祈祷，为新高中的乔恩、千亿、维宗、维泽。第4，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5，为姊妹教会代祷，有富林教会、日职教会、甲德克达亚教会。再来煞来吟上吟圣诗507首，荣光归俾上帝，荣光归俾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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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列岛闭会。